小公子耶，我说董子在路dài呢，这里面估计不要过百，估一查过得足几嘛，查过得咋过大喽？我说董子在路dài呢，这里面估计不要过百，估一查过得足几嘛，查过得咋过大喽？才能过得很哦。哟，这是那个不好耶，们当刚他这个好。你都有，他你这也鸟哪个？有么么给了好的了嘛？怎么等呢？人家那好人都只看了信一年小伙了呀，你不知道了信啊，一年信让人过了我好了的呀。你不花等那是原来这么自己头大。哟，我脾气我一漏了啦，他不知道有干的时候，我只啥好这个都你看这叫我好，换了我啥好一般这个都你天过，但这是知道原来时候没要包，越大呢。都是地动造手。分一分，个骗个人良心啊！我哈个，我怎么偷你这开个好哎？我就对个知道了个呀！偷你这个怎么活打？这是属于那熊嘎，那个看个哪个再不义，你还那个对个知道，我哪个才对个知道了啦？哟，我偷你都啥个哪个在哈那个哪个再对我知道了啦？我看这个老师就这么运动嘞啊？跟这个老师在狂啊，跑杆啊，走道。速度啊，能多啊，你用招，那个谁那个门戳到过了，我这跟你分寂寞个，快快开，啊对，带我包单子，我真的不过他个哈弄那个之前，带我动对个，喂，牛老师很大，多滚才大，把你竞争够个，说你竞争够了人家特个的勇气啊，我才不多带我个段子决赛，把你竞争够个，说你竞争够了人家特个的勇气啊。刚才我多带我个段子决赛，分寂寞啊！刚才带个包带过他哈，喂，二人民容易倒包哎，他冲了就冲。喂，个二人民容易倒包哎，个冲了就冲。别笑。第二牛，我想弄个一个问题，给想弄了哪？没要求就是人家干净啊。人对下来，不要求自人家干净好吧？是嘛？你都说罗娜娜，你都知道不知道没叫一些人做鸡耶？我说罗娜娜，你都知道不知道没叫一些人做鸡耶？错个的牛逼了，每家不是自人家干净哈？我说那个东西，我还不是知道不知道得蹦着鸡？宝贝，你太久搞了。虽然个在上班机关，都挣到年过个得到同一模，还不顺就搞不得哈。都知道下班，就知道有多晒搞。我才对猫猫哎，才对猫，你请看，这种啊，用来啦，乱叫猫猫嘞哈，乱叫猫哈，我嘞，你要找请客喽。这种啦，用来哈啦。都有这把长毛的呀，都好找猫猫嘞哈，都好整猫哈，我来找请哈喽，打上啦，用当了，你再当就用啦，我那么累，用当的弄上班了，你看下班就找个。我那个梦上班嘛个，你让他祷告下宝贝就一直梦这个。拜拜，我梦了，拜拜。拜我咋？到大个同女朋友妈妈呢个他人在给好几种嘞。过了还过呢，我那都是啊，我的狗熊啊，找错的找这种啊。现在大个龙教会老师领了的，个他公在一狗塞，我扔。个他公在一口塞，我扔。你别笑。莫散落寞花之舟，一碗头木莫杯酒，一斗乱狗丢
就是的，郭老师猜到那个多。第六牛，跟我讲，一凡，我一直都想止痛，我要多真心相爱，跟伢哥我伢高，不然只跟哪个在的止痛一杯尿逼，到时一头多年都止痛一杯头尿逼。特别个对象，我拿你到电话打，你咋都能断到过？特别个对象，侬拿人到电话打，你咋都能断到过？在不啷嘞，紧紧我冇嘞，没办法啦。喂，第六牛，喂，不嘞，妈嘞，都给你那么啊？你干毛啥啊？肉的真是得我到了嘛，个多紧闹啦。跟你地家的个多诶，咁大根本都靠几多噶？哦，我哋那个多的公干多噶。哦，北中南风景上很哦。喂，第六牛，你睇，那么多大鬼那么啊？个毛的我啥了？第手的我都到了嘛，我知道啥诶，会个多闹。哦，我那个没管子了那个多嘞，噶将的管子多噶。我哋那个多节公干过好多。现在得把个就干么闹蛋了哦。喂，第六牛，不录啊？那个多大鬼那毛啊？毛我啥蛋肉啥蛋啊？那个多的刚刚阿皮剪子多，个一剪子肉好得很，或者但是没皮剪的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的很。我哋那个录这公干多，就我们发现的全乱了。喂，第六牛，喂，给俺拍扁啊！那么多大鬼那毛啊？哥，我毛啥了啦？毛啥的我上单老了，那个多的，感觉他光干净皮结多，或者但是到阿妹皮剪子过，你看那妹子娘好。我嘞那糊多的公干多嘛个？这滚这落了，我那的古木木我都到两干这样干干过苦多的，都没人那么事。大两干这样干过苦多的，就没人那么事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的很。我阿妹都知道那毛了，根本连个条都找到过哎，根本没人毛脑。怎么都不要？那个都在那原毛啊！看这个不知道叫啥哎，是叫现金的正菜，啥二维码？转开过节到了，那啥二维码？转开过节到了，那你别笑。我这个那么重，这就是感觉是头发。我过生日，跟一样东西都设置到上去过。我知道生日礼物糟糕，但是我得告诉啊，你说啥对门老猫都要给我卡闸，个卡闸一啥喽？我虽然知道卡到闸，但是我得告诉啊。我没忙看的时候，我发信息找稿，我可叫我没意见，搞到只脚，鬼都没事哎。我虽然知道叫我没意见，但是我得告诉啊。后来意思是还有个对子奇怪哎，我太无知了个呀。对，就是要个太无知了。这下困难到真的会蒙贼也蒙贼。我感觉过的，我虽然叫高之光，但是我得告诉啊。我虽然叫高之光，但是我得告诉啊。你在上个出这点蒙贼了个？也是，你到电话看看哪部还过个哪部路就黑中嘛？被一嘟嘟子鸟贼，那个叫谁反正知道呢？叫啦。到
这样你们，我姐梦贼了。哎，这么多年拿呢？咋子眉毛那堵住了噻？咋子眉毛那堵住了噻？哎呦，想咋包？给我讲的那么多段呢呀！我爆了，咱录视频找包嘞！不，我是今天知道了的，咱录视频找包嘞，过年拿过点脑子。不，我是今天知道了的，咱录视频找包嘞，过年拿过点脑子。熊那刚才你电梦自己过的吗？一凡，我刚才拿过了是上年毛光没动这下。个吹牛逼哦！俺那对他个在咋那毛还怎么咋呢？刚才的摩托车吗？哎，搞这要吹牛？我最日了啊！又是在弄的，又搞呢？啊？估计又搞吧？那个米悠悠嘞？都干悠悠嘞？说个姐，孩子嘀咕自己说过来了。说个姐，孩子嘀咕自己说过来了。